呢隻就係 Super Mario Galaxy 加 Super Mario Galaxy 2合集，而家搬到去 Switch 上面，等新舊玩家都可以一次過感受返馬里奧最經典嘅太空大冒險。講下玩法先，呢兩集係超高人氣 3D 動作遊戲，最大特色就係重力玩法，你會喺一粒又一粒小行星度跳嚟跳去，因為重力方向唔同，所以成個遊戲空間好有驚喜。成日又話原來可以咁玩嘅感覺，你會同星之子仔 Luma 一齊出發，要拯救桃花公主，對抗庫巴。第一集充滿咗震撼感，好似第一次真係入咗宇宙探險。去到第二集玩法再升級，仲加咗馬里奧死黨要西 Yoshi 入隊，佢有唔同能力，例如食嘢、用舌頭拉關卡機關，令遊戲更加爽快刺激。畫面方面，即使搬到 Switch， 依然保持好鮮豔卡通風格，配樂就更加係神級，聽一次就上腦，非常有氣氛。唔理你係新手定資深玩家，都會被呢種宇宙規模嘅冒險氣氛吸引住。總結，呢合集可以話係一次買兩隻超神級動作 game。如果你未玩過，今次係最好嘅入行時機。如果以前玩過，咁呢個 Switch 版就係重溫經典嘅完美機會。想購買嘅朋友，馬上去電玩直銷網訂購一隻。